會咧成立於2009年初㗎。咁啊，片並且新界場總會有荃灣潮州福利會印先。好，我哋俾掌聲歡迎咁多位嘅片嘅朋友啊！係不有安塞腰鼓，南有潮汕英歌啊！潮汕英歌舞咧流行於潮汕潮陽市一帶，至今咧已有400多年歷史。咁啊，今次咧係我哋片咧主要係改編自《水滸傳》中嘅智取大名府啊嘅劇情，由3至6至30位嘅演員咧係扮成《水滸傳》嘅人物，手持短棍啦，咁啊有時換時急嘅網路，江湖都多，一齊嚟表演啊！掌聲多謝新界潮人總會荃灣潮州明先，俾掌聲鼓勵下我哋啊！多謝演出，掌聲多謝你哋。南有潮汕英歌啊，潮汕英歌舞流行於潮汕潮陽每一帶啊，至今有400多人。